所以咱关心的台中万丰国小的棒球队真厉害哦，摕到代表参加2026年美国世界少棒锦标赛门票。不过，这个参赛经费要500万，这条钱即马欠啦。所以咧，学校即马出来讲，希望咱各界咱的乡亲会当来囡仔赞助一下。 万丰国小棒球队得到台湾贝比罗斯棒球联盟全国选拔赛的总冠军，摕到中华台北参加2026年美国贝比罗斯世界少棒锦标赛门票。不过要去美国，对因来讲真不简单。应该是说帮助他们去证明，到美国去证明他们可以有能力站在这个舞台上。一张摊费世界棒上舞台门票是棒球队的囡仔辛苦拼来的，虽然无方费主权，球具嘛拢是天贵个宝贵。不过形容是了证明家己得到选拔赛的总冠军，不过说爱面对经费的压力。不管是读书还是打球，打球变成他们未来可能可以改变人生的另外一条道路。学校讲，棒球队的囡仔家境无好，希望会当得到各界支持，让囡仔完成出国比赛梦想。